Hello。今次咧同你哋研究下、玩下、講下呢個咧就係小米嘅 AI 眼鏡。咁啊，佢初步睇落去咧就好簡單嘅啫。呢一邊左邊嘅就係電源掣，撳一下就着，撳住幾秒佢就熄機。右邊呢一個咧就係 Type-C 嘅叉電位，咁掣就得。呢個就頂頭就有粒掣，撳一下佢就錄相嘅，影相嘅應該係撳一下。撳實幾秒就錄影嘅，咁啊撳翻一下就停噶啦，即係錄影就會停噶啦。呢度咧有條巴嘅，推前就大聲，推後就細聲。撳一下就係聽歌，撳兩下首歌咧就跳前一首，撳三下首歌就退倒後一首咁樣嘅。咁啊下邊有個咪，兩邊都係嘅。咁啊跟住呢度眼鏡咧前邊咧有個燈掣嘅。戴起咗佢就會有聲嘅，譬如我而家咁樣戴起佢，可以聽到嘅。嗱，咁啊已經 connect 咗噶啦。譬如我而家掂一下，佢就會播歌嘅。嗱，咁有歌啦，大細聲就咁啦。咁啊細聲啦，咁啊大聲嘅，咁啊細聲嘅，就咁簡單。譬如我撳兩下。嗱，佢就會下一首歌噶啦，咁一撳兩下就下一首歌，就咁樣咯。嗱，好啦，咁我撳一下就熄噶啦。咁電話響都係撳一撳呢度，佢就電話響噶啦。小米同學，我叫小愛同學，有什麼我可以幫你的？我前邊是什麼東西？在你面前是一套桌面辦公場景，有一塊台式電腦顯示器，顯示器下方收納盒上放着一部智能手機，還有一個攝像頭支架安裝在桌面上。小愛同學，說吧。幫我拍照。嗱，咁咧佢就會幫我拍咗照噶啦。咁咧個電話裏邊咧，只要導入，嗱 connect 翻去，佢就好快出現到嗰幅相噶啦。嗱，開翻去。拍照咗啦，就係入邊有幅相咯。好啦，咁我再叫佢嗱，咁啊導入咗嚟㗎啦，就喺個電話度㗎啦。咁我叫攝錄。小愛同學，在呢。幫我錄視頻。嗱，佢而家錄緊㗎啦，咁我喐下。嗱，我而家錄緊㗎啦。嗱，佢而家錄緊㗎啦，咁我喐下。嗱，我而家錄緊㗎啦。佢呢度都會顯示話俾我聽咧，錄緊視頻嘅。嗱，咁我而家錄緊視頻嘅，我而家錄緊視頻嘅，咁啊轉下呢度，咁樣轉下呢度啦，錄緊視頻嘅。嗱，佢有眼燈閃下閃下嘅呢度，如果我遮住佢咧，佢就錄唔到嘅。相機 LED 燈被遮擋，請移開遮擋物，否則拍攝將終止。嗱，拎翻開去，佢又繼續錄噶啦。咁即係證明咧，佢唔係話可以偷影到人嘅，佢只係幫助我哋雙手離開。而攝錄到任何嘢啊，影到相咁解啫。對方係知道我哋錄影緊嘅，因為佢有眼燈喺度着嘅。我遮住佢嗱。相機 LED 燈被遮擋，請移開遮擋物，否則拍攝將終止。嗱，咁我拎翻開佢又有啦。咁啊就會閃下閃下，咁人哋就會知道我係錄影緊嘅咁樣咯。咁如果要停嘅，咁我撳翻一下就停㗎啦。嗱，咁啊停咗㗎啦。佢亦都會話咧，條片咧要導入去㗎啦。嗱，導入去，咁我導入去咯。咁佢就會咁樣導翻條片入去㗎啦。嗱，WiFi 導起，咁佢就導入去㗎啦。咁佢導入去嘅情況都快嘅，就咁樣咯。啊，錄緊㗎啦。所以咧都好方便嘅，都比較方便嘅。即係譬如我哋拍攝啊，
錄影啊，咁我哋可以解放咗雙手，咁啊唔需要揸住任何嘢，叫佢做嘢就得㗎啦。嗱，如果我哋錄音咧，譬如我哋咁樣講咧，我哋咁樣咧，將兩隻手指做。錄音開始。嗱，佢話錄音開始，跟住你會見到呢度咧顯示出嚟㗎啦，錄音開始咁樣㗎啦。有字顯示出嚟嘅錄音開始咁樣㗎啦。咁我而家錄緊音咧，佢就會錄緊音啊。我而家熄刪佢㗎嘛。錄音結束。咁我哋錄音結束㗎啦，即係純粹啲做動作啊或者口令啊，就可以令到佢喐到咯，即係做到嘢啦咁樣咯。咁一陣間我哋內試埋街嗰啲片咧，咁就 OK 㗎啦。係啦，同埋個 Apps 入邊咧都有好多function 嘅，其實都可以翻譯啊、食嘢嘅卡路里啊、各方面都可以知道嘅，就咁樣啦。嗱，頭先錄咗音嗰啲咧就喺呢度啦。嗱，佢話錄音開始，跟住你會見到呢度咧顯示出嚟㗎啦，錄音開始咁樣㗎啦。係啦，嗱就咁樣咯。有字顯示出嚟，係嘛？錄音開始咁樣㗎啦。咁我而家嗱就錄音咯。咁我翻翻轉頭，咁我所有嘅嘢就喺呢版裏邊㗎啦。啲相就喺呢度啦。嗱呢度。咁我就導入咗啲相就喺入邊啦，短片就喺入邊啦，咁樣咯。小偉同學，我前面是什麼車啊？你前方路边停着的这辆车是保时捷 Macan EV 纯电版，它是保时捷旗下的纯电动中型豪华 SUV， 官方指导价为57.8万到85.8万元，延续了保时捷一贯的运动化设计风格，车身造型流畅，辨识度很高。小伟同學，我前面是什麼車啊？你前方停着的这辆白车是保时捷 Macan， 是保时捷旗下的中型豪华 SUV。2026款官方指导价为57.8万到85.8万元，主打駕駛樂趣與豪華實用性兼具的體驗。好啊，完全準確啊！咁我而家再試下第啲嘢先。小華同學，我前面是什麼花？你前面的是黄蝉花，是夹竹桃科黄蝉属的植物，它有着明亮的黄色漏斗状花朵，叶片翠绿光亮，是园林中很常见的观赏花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黄蝉植株的乳汁有毒，接觸時需要注意安全哦。好啦，今次呢個小米嘅眼鏡咧就測試完啦。咁啊，當一個玩具咁玩，又可以當一個相機啊，或者一個攝錄機咁樣用法。咁啊，將個手咧就唔使揸住啲嘢。咁有陣時去旅行啊，或者玩過山車啊，諸如此類呢啲咧，即係隻手唔方便揸住部機嘅咧，咁其實就可以做得到，都幾方便嘅咁樣咯。咁佢其實咧，如果連埋嗰個 Apps 一齊用咧，個 Apps 入邊有好多 function 嘅其實。咁啊〜夾埋嚟用，你可以多咗啲，譬如翻譯啊，個車泊咗喺邊個位置，你 save 咗佢，咁佢就會帶你去揾翻部車啊。同埋有好多嘅功能，譬如翻譯啊，中文轉英文啊，中文轉韓文啊，韓文轉英文啊，中文啊咁樣，乜都得嘅。咁啊，所以一定要跟埋嗰個Apps 一齊用啦。咁今次試到咁多啦，咁下次再有新嘅玩具，就再大家一齊再研究下、玩下、傾下。拜拜。